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5篇，撒迦利亚书第8章18节到23节，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敌对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他曾经反映说，有人奉你的名义赶鬼，我们要去阻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起来跟随你。但是耶稣基督说，不要阻止他，因为呢，不反对你们的，就是支持你们。在路加福音第9章49节到50节的记载，敌对基督者在护教神学上也称为 Antichrist， 就是敌基督，这是比较严重的说法。如果按照刚刚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论点，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怎么样的人才是敌对基督的呢？昨天我们谈到了先知撒迦利亚预言了将来的盼望，就是称为约西亚的祭司，而以色列人就必须要顺从先知祭司的话，过一个虔诚的生活。撒迦利亚书第8章18节到23节这样说道：上主万军的统帅又给撒迦利亚以下的信息，他说，在第4、第5、第7、第10月举行禁食，要成为犹大人民欢喜快乐的节期。你们要喜爱真理和和平。上主万军的统帅说，时候快到了，那时人民要从各城各镇来到耶路撒冷，这城的居民要对那城的居民说，我们快去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祈求他赐福。你们跟我们一起去吧。许多的民族和强大的国家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万军的统帅，祈求他的赐福。在那日子，10个外族人会到一个犹太人那里说，请你让我们跟你同去吧，因为我们听说上帝与你们同在。外族人也可以到上帝那里，也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我们也看到他们一起想要拉着以色列人的衣襟进入耶路撒冷敬拜上帝，领受赐福。那么谁是敌基督呢？谁不明白真理呢？谁说了谎呢？事实上，以色列人并不都是真诚的敬拜上帝，也因此他们才会被掳，才会需要先知的劝勉，祭司的协助。在许多时候，许多人违背了上帝，甚至敌对上帝。约翰一书2章18节到25节，这边提到了世界的终局种种的问题。约翰他这么说，孩子们，世界的终局就要到了。你们曾听说那敌对基督者要来，现在基督的许多仇敌已经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终局就要到了。这班人并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离开了我们。如果他们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就会跟我们在一起。可是他们走开了，
可见他们都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你们已经受了那圣者的恩膏，所以你们要认识真理。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为你们都认识了，而且知道一切虚谎都不是出于真理。那么，谁是那撒谎的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这样的人就是那敌对基督者。他拒绝了圣父，也拒绝了圣子，因为凡拒绝圣子的，就是拒绝圣父；凡公开承认圣子的，也得着了圣父。那么你们必须要谨守当时候所听到的信息。如果你们谨守当时候所听到的信息，你们就会常常活在圣子和圣父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基督亲自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生命。在正统的基督徒信仰当中，应当要持守正确的信仰。如何分辨正统与否呢？就是使徒信经的内容，我们要承认圣父、圣子以及圣灵。不承认、不接受者，就不是敬拜上帝，而是敌基督。这也是我们过去用以判断异端的一个标准。诗篇第5篇，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倾诉，求你倾听我的叹息。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喊。上主啊，我要向你祈求。清晨你听见我的声音，太阳一出，我就向你倾诉，静候你的回音。你是不喜欢邪恶的上帝，你不容许罪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厌恶狂傲的人，憎恨一切作恶的人，撒谎的你要灭绝，嗜血和欺诈的你都要厌弃。至于我，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可以进入你的殿宇，我恭敬俯伏，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上主啊，我周围都是仇敌，求你领我走正路，让我走上你为我安排的坦途。仇敌的话不可信，他们只想摧残，他们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舌头圆滑，专讲欺哄的话。上帝啊，求你定他们的罪，迫害他们的诡计，求你从你面前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罪恶多端，背叛了你。得到你庇护的人都要欢呼，他们要不断的欢呼歌唱。你保护爱你的人，他们因为你而有喜乐。上主啊，你赐福给正直的人，你的怜悯像盾牌一样保护他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寻求正确的信仰，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父上帝所赏赐的救恩以及保守。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